Hi，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 K。上次又發現咗一個幾唔錯嘅營地，咁就喺呢個營地呢，就搞一個嘅燒肉派對、燒烤派對。咁呢個燒烤派對到底點樣玩同埋食啲咩呢？一陣再同大家講啦。咁呢個營地呢，個面積都幾大，咁入邊佢又搭咗啲蒙古包咁樣嘅，咁有一個蒙古包可以8個人入去。呢一個營地佢幾多嘢玩嘅，即係有啲嘅自動麻雀機啦，有美式嘅篤波台啦，同埋有啲歌手去駐唱等等嘅。一入到去今次都幾 OK 啊，個人都冇遲到。咁入去點啲嘢食，其實啲嘢食亦都上得非常之快。咁之前有啲參加者又話啦，即係福田有一次話俾100蚊餐費，但係又唔算話食得太飽。但係今次呢，即使俾一個100蚊嘅餐費呢，咁其實嗰個燒肉其實都幾多下添嘅，大家都食得好飽。除咗呢個餐費之外，活動費係另計嘅，咁就唔包入邊。男士呢就係100蚊餐費啦，女士就80蚊。咁當然，如果你話喺香港嚟講，呢個價錢係冇乜可能性嘅，即係可能喺香港嚟講呢，至少200-300㗎啦。咁而且仲可以食飽喎。今次嚟嘅女仔呢，其實都幾特別嘅。有一個呢，佢就喺瑞典留學翻嚟，咁又佢係廣東人嚟嘅。咁依家呢，翻嚟深圳翻嚟去打拼喎。咁佢呢個家底亦都好唔錯。可能覺得瑞典嘅即係嗰邊賺錢又唔係好多可能交稅又比較重。所以咧就回流翻嚟深圳呢邊咧去發展。咁另一個咧就係做一啲嘅會計等等，都好年輕，24歲00後，即係大家去問佢先知道原來咁後生嘅女仔都會參加啲交友活動。咁香港就好難㗎啦，香港啫通常都30幾啦嗰啲。咁有20幾歲嘅女仔咧嚟參加，講真都比較深圳其實都唔少嘅，講真都。咁我哋咧就食完個烤肉啦，然後咧就玩一次嘅呢個嘅娛樂大道。咁娛樂大道啱啱好就8個人玩，咁其實又唔係好難嘅遊戲嚟嘅。咁又估邊一個係呢個娛樂大道然後好似有啲簡單版嘅狼人殺咁樣，就係有分呢個正義方同埋咧邪惡方等等嘅。喺個營地嚟講咧，都個熟悉感都幾快，因為咧喺個營地即係喺菠蘿包入邊咧。個溫度即係大家其實嗰個熟絡感咧就好快又產生咗出嚟啦。我覺得南山呢個營地其實都幾唔錯，可能特會再搞。咁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我哋嘅網站咧，我哋嘅呢個會員計劃咧去登記。咁遲啲有資訊咧再俾大家啦。咁下次再見，拜拜。